地溝油人人都驚，但係其實循環利用一樣大有可為。香港航空業正係咁，全球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當中，航空業大約佔2%。業界近年推出多重措施響應減碳，由地溝油提煉嘅可持續航空燃料 SAF， 碳排放比傳統燃料減少80%。香港政府正係積極簡化運輸同儲存審批，航空公司亦都加快採納使用，計劃到2030年將使用量提升到總燃油消耗嘅10%。此外，香港機場喺建設1號客運大樓過程當中，採納35項環保措施，包括使用綠色建築材料、採用高效能施工方法等等，獲多個環保建築認證。亦都實行禁區車輛電動化、更換 LED 照明裝置等減排措施，目標係喺2035年碳排放減半，2050年達至淨零碳排放，成功打造為最環保機場。低碳轉型需要全方位協作，航空業正係加快步伐，守護香港人嘅藍天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